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人爱食烤头糜较粗饱，有人爱食安糜啊较烧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烤头糜烤，考第二条。烤就是形容水分较少的形，像讲糜煮了伤过烤，假使讲若是伤过水，咱会当讲是伤暗或者是伤夹。烤来做动词，会当讲是甲水抽互干，像讲烤温底。另外烤嘛会当讲是水摕啊，像讲水烤、烤炉，嘛会当形容人真济，足捌定的形，像咱咧讲烤卒卒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烤炉，意思就是海水摕啊，嘛会当讲是水烤。另外颠倒变的词就是翻炉、把炉、水电。第二个词读做烤卒卒，这是形容人真济烧烧客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澎湖甲金门拢有出名风景所在，游客烤卒卒。要来看把楼了后，等烤楼，会出现普通时看袂到的路，会当观察到海平的生物足丰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烤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